各位朋友，從今日開始，我哋喺一齊共同學習佛教嘅一部非常重要嘅經典《金剛經》。呢一個課程要達到兩個目的：第一，通過逐字逐句學習《金剛經》經文，嚟如實咁傳達理解《金剛經》嘅法義；第二，我哋唔單止局限於《金剛經》，仲要借讀《金剛經》嘅呢個機會，完整系統咁梳理佛教。特別係大乘佛教嘅思想框架，全面講解大乘佛教嘅理論體系同修正體系，達到呢兩個目的，實現呢兩個目的，喺語言表達上通俗易懂，係我哋追求嘅目標。佛教誕生於印度，創始人釋迦牟尼係我哋人類文明史上一位當之無愧嘅思想偉人。近代德國有一位存在主義哲學家，叫雅斯貝爾斯。呢位先生係軸心時代呢個命題嘅提出者。佢總結過去3000年嘅人類文明史，邊個對人類文明嘅影響力最大、影響力最深？佢得出嘅結論係有4位聖人對人類嘅文明影響最深遠。咁邊4位呢？佢哋分別係蘇格拉底、釋迦牟尼、孔子同埋耶穌。特別到咗近代，當大量嘅佛教經典被翻譯成西方嘅語言文字之後，佛教對於近代西方哲學、西方思想嘅演進，對一啲思想大師都產生咗巨大嘅影響。譬如喺叔本華、胡薩爾、海德格爾、薩特、維特斯根坦呢啲哲學大師嘅著作思想當中，都會清楚咁睇到佛教嘅影響。而通過維特根斯坦，佛教對上世紀後半期產生嘅後現代思潮，亦都產生咗巨大嘅影響。譬如後現代主義嘅非本質主義，就深深咁受到大乘佛教，特別係大乘佛教中觀學派嘅思想影響。更應該強調嘅係，喺當今佛教嘅影響範圍，亦都喺度不斷咁擴大，從亞洲到歐洲到美洲。信徒嘅數量目前喺世界範圍內，亦都喺度穩步咁增加。雖然佛教誕生喺2500幾年前，但係佢依然係生機勃勃。佛教徒當然要對釋迦牟尼嘅思想有個全面完整嘅理解，呢個係必須嘅。即便唔係佛教徒，並唔信仰佛教，但係對於呢一位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嘅思想家，同佛教咁樣一個思想體系，亦都應該有所了解。呢個係必要嘅，所以我哋要通過呢一次學習《金剛經》嘅課程，同廣大嘅佛教徒同廣大愛好佛教嘅朋友們結個善緣，願大家一切吉祥。咁下邊呢，我哋就開始進入《金剛經》嘅學習。